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快买吧，快买吧！唔记得啦，有点事情还能处理就好诶。哎，这个哪个接落？爸，我陪妈妈啦，好。我把去搞过来。别样去喏。佮再讲，摕美国地位变色，伊就嘛无去是罐头的食品啊，嘛讲中国本土。来同院陈了研游戏工创室，凊彩会愈卡住啦。阿太，有代同事来阮带走伊啦。哎，生你推平那些来听到啊？唔歹啦，同院从来查一只，哎呀，很基础天数最多人愈卡，按迄算歹啦吼，你问伊安尼同事啦。哎，攀仓的东西呢？你做的送你啊？伊个呀，迄年落台东西，阮操乜个呀？我嘛拿架子。来马斯，来抓古 Q 马斯。你三千蚊用，按太年玩唔懂事。我最近真咱可以带下两个人啊，真好拜托人啊。对，是这拜托。家宝，我们班长说。咱来听迄道点仔做。香港迄啦吼，全部从人来查一只啦，啊差唔多早上才6点出发，啊先送阿兰去机场，再送阿泰回台北，啊过呀吼，你再到中医先走啦。妈，甲洗条就麻烦同爸爸呀。啊，你这身体要好好补充，下飞给我打电话过。好啦，你嘛补充啦，无咱久轮上班，要注意身体。
啊，过来吃饭呐。现在几台白啦？你要补充哦。唔知去补充。还有上也开店，也海也开店，刚个生意呢，有嘛好补充的？你全部注意一下都冇得路开。各位乡亲，今日十分的荣幸，咱哋内浦乡的5创人、中小台、牙医、硕士、学生归乡，希望能状况来开一间，也为设备最先进，也为技术铁流的齿科诊所。阿台呢，热爱乡里。造福乡民，这个精神可以讲言好送全，值得我哋大家再摆来去掌声鼓励啊！各位乡亲，大家唔是假呢哈，唔是客气，我哋地包来参观，请好晒批哦，吓，唔好去啊呀哈，大家来参观，吓。頭都唔條俾我計呀，你會送盤阿太嘅。哎哦。嘿。哦。阿太，這些我同二爸阿姨送呢開幕嘅禮物，嘿，一下呢，我唔爸爸來同天叔作上去哈。咁多錢咧？好，來。阿明，恭喜你咯！按定真的冇嘢，要讓醫師跑，搶條皮上去。好啊。来，你只挣多少？来，大家送跑過來，恭喜！不會，唔講嘢啦。聽到啦。哦。你想什麼？我聽先下車哦。哦。
加一头钱？政治300，奖治8分，咱真是。用爱上咯。下面咧拍家就安尼啊。来，阿明叔，饮茶。阿明叔。在上啦，爱上多。下面咧拍家就安尼，唔会骗你啦。唔批嘛个呀，也不是本市民的。干什么？唔批的市民的话批嘛了。哦，我不知道。唔知乱摸啦，按头翕上去哪乱翕，怪冇礼貌呢。冇阿门口他可以翕冇。哦，对不起，我听不懂。阿明叔約團宴合足借佢咯，唔錯就一搞啊！还是研合路啦，社會因為研合腳啫。好規矩冇播出下來，安尼錯下，多心情咪有破壞去啊！没错，是啥？哦，迄個阿明叔還冇同容易咧，也冇阿太牙科診所根本開幕咧吼。而且啊，村長本來佢有面子咧。有天數主持開幕，有話唔愛做體聯銀行咧。用嘅啊，我見咗冇啊。阿太技術然後洗牙齒嘅感覺唔會差咧，難你可以比可以行。阿明同你同阿太打廣告嚟啊？喂，阿太技術然後你牙齒話用過叫時啦嘛吼，然後攞好我保養，反正叫人人咧仲掛也好嘅。客人中邊兩個人。口牙口咁唔好，冇需要啦，點解要冇乜啲？其實政府已經打廣告嚟講，食檳榔防止癌症，反正種檳榔咁有需要去看牙科。種檳榔有犯法嗎？你講嘛嘅呀？哦，除了然後你拜咩，搶咗攞過啲時間咩，政府人咩就喺度廣告有個冇嘅，明明係死嘛。啊！每都講中槍嘅違法，全部鏟喺你，拖咗以為冇嘅。啊，唔使講咁多，談佢改判嘅，你留長嘅佢要見啦。有鳳梨。今晚是嚟到比咖比啊哈！我弄錯了。阿太，啊今晚牙科診所情況樣樣？跟着我帶青龍魚來啊！他都想快點隨便你，你爸咧聲你咧。你講好啊！唔該，唔啲台北古來開診所，他今年還是注意牙齒嘅保健的呢。聲影牙齒冇乜問題啊，頂多呢啲就是檳榔嘅太黏，我從前嚟講牙齒也唔平。睇下處哦，好多嘅買黃梨嘅五條價。我係貼喺度宣傳牙科診所呢，伊哦，我喺伊來看哦，伊唔肯來看，伊講啊吼，食檳榔牙齒粗粗啊，快些來幫看。佢當真是洋蔥。食檳榔嘅人，嗰間佢能夠開牙齒。冇面泡，幾片咩？哦，就係檳榔唔錯就係，偏偏冇自己來反對檳榔，我係種強嘅嘢，我中國他嘅意思，奶奶來牙齒來，很多嚟食啊，來吃飯。我睇食飯呢？你係乜嘅意思啊？我係冇乜意思啊。我開下玩笑嘅呀。現有研究資料證實，食檳榔得口腔癌的幾率真是會較高。我喺牙科醫生當然有資格反對檳榔。哦，所以你係想反對我都係？唔想啊，奈去喏，阿睇冇安尼意思嘅啦。伊講有資格反對檳榔啊？我係種槍嘅呢，伊也怕講我幾清楚嘅呀。爸，我同我意思上白好冇？我講現講嘅聲音，學會看事，天台上生出嘅東西啊，絕對唔會虛擬。會虛擬咧，
好名人家上去的拍回存的位啊吧。槟榔籽属于第一类致癌物质，不管有加东西、没加东西，全就会致癌。你塞死论文就会下压诶。我无塞山有学问，咱规下来中度的状况还无了解，唔好用台北人的想法来批评伊啊。咱你又带下去，我问，马开始就要归台北。你又冇讲我到咗於台北。那你就要走未？阿太，落去哪啦，阿太？喏，你听俺的讲法没？食饭无讲话啦。刘贤要讲伊太大话没？唔讲阿太无了解，真是无了解很去家啦。阿太将马台北的工作室嘿，你估了平安的两路，台湾过看，唔是可怜。冇嘢啊，仲会家人，伊也留喺你身边冇一多年，你就算是过看，也冇需要你讲法。点点食饭啦。请问一下，天后宫怎么走啊？旁边银行右转直走就到了。右转后直走。对，谢谢哦。阿太，张小 T， 哦，真的很喏，我过了眼烟茶你了哟。诶，你今晚来咯？即刻来啦！阿你哟，人哋見到都係地位倉庫嘅，我搶下你好冇？唔是啦，我哋啱明啊貴嘅。客氣嘛嘅喏，啲地位係人哋撞到嘅簽度撞邊呢？唔是啦。嚇，唔好嚟搶下你。啱明。咪追就團人打個招呼啊，好冇？好啦，來啦來啦，你團打招呼嚇，好咧。阿孫伯來傾下。阿孫伯。呀，
啊，阿平爸。阿平爸。阿太咧，我眼睛都冇看到，真强哦。那有啊。有啦。哦，睇個錯，叫阿雲倉妹嚇。睇個倉妹好快嘅啦。太高興快些啦，我還有事情要先來，我見太高啦，快些啦。走一下，我還有事情啊，快些啦，我見太高。哎呀，原來冇來嘢，最少我倉去廁所嘅。睇下個倉啱唔倉啊？阿太，是你啦，你村上北里面就愛講啦，唔種喺線條嗰個倉係，你反而種喺帶唔出來去，冇佢一條南嘅魚，要會冇嘅，冇出去倉過啦。阿跟講啊，你一冇倉去，嘢唔會講唔衰下。唔種喺線條客家嗰個倉，連行都唔種客家嗰個，就會清飯啲啊。Why must we all hold back what we think, how we feel? Must there be a secret me forced to hide? I can pretend like someone else. 嫁咗係冷威嘅經驗，佢驚嘅啊！多大碼嘅時間，怎麼交出真實嘅愛？係咪？For grace, for you to hold on, so you can hear your friends shout, and you will find the world opens around you. So when you feel so down, search inside and be strong. You'll finally see that hero right in you. 嗰個倉一千號喎，阿姐，你咩反應到千號呢？冇啦，你兩個後生呢，向阿裡面啲。來，廖生，你是，也係阿潮換啲潮，也係阿太中小太。這樣。為什麼笑那麼開心啊？那你為什麼笑那麼不開心啊？是不是被我講到你的心聲啊？你把嘢嘅個葱皮攞嚟啊！阿太，再搓一下啦！阿太，再搓一下啦！阿潮，你手皮啊！呀！喂，知道了嗎？會不會冷啊？拜拜。食茶啦？哦。攞安度幾多嘅啊？哎呀，多咪用得下。要不然拿車弄到都幾好用誒。也喺度點咩？那你說書俾我們自己看咯，啊？頭擺啊，你係拿台添台台，如講也台台名啊千河潭，迄添乜嘅人牙醫呢哦，咱今仔才怪伊，啊？
有人談花嚇，而係想我禿腿胎啊！阿太古來嘅，什麼人睇我不了呀？做乜你特別學快嘅？睇我不咪按啱咪也冇改良上，統統樣改晒啦。阿太，今日你來啦？你阿爸都會擔心，今日先生衰木嘅。Cắn rồi không? Có đây. Đây, chú đi. Ồ, chú vô, cố vô. Mẹ, nó cho tìm em phá bàn rồi à? Anh mình sống nhân cho nó, chẳng là coi đấy à? Nhìn theo có mà là cái có là tất nhiên. Bye bye. Sẽ theo ăn coi không? Vâng, kiểm nghiệm dùng sự thuốc sủ nó. Coi ơi, thầy hi tôi đây được thành này, để có chẳng ai được thành. Thế á, cuối đây à, tôi是些下面拍板是送你的學校嘅。當然好啊，喺邊停條半緊嘅。係啊，我食個皮啊。剛才你還是個皮啊？阿明說多少錢嘛？唔值錢，幾多錢？100。來，我喂。好。你話阿姨哪度了？哦，再見，哪度了啊哈？哦。了夠調皮啊？有啦，那有啊。唔講啦。不多啊。來，這個，這個問題，然後。來，好嘅，好好嘅，好好嘅。怎麼樣見到啦？你頭細師傅嚟話唔好嚟唄？好啊。東西條路唔得啦，那搞強要呢？好啊。怎麼也唔關門啊？來，誰來？來。你眼睛空起來，你打俾我。冇試過咩？頂唔差啦咩？4年用。唔啲啦，台北面趴板好似用手搞用用，有冇改良件哦？這個甜甜。你萬歲哦，就時常安尼啦。媽媽喺面拍板前煮好吼，你睇緊要你味過來。你最細，結婚都做嘅，你做下這人吼，就一塊一塊的利息，你那小妹會傷心。大概啊，等下為咗你行送過戶唔出啦。廚房呢？我洗晒了，帶哦。好，直接帶哦。這條嘅啦，唔啲灰塵冇。唔係，呢個唔係灰塵。
记得同那垃圾拖出来哦。还记得尿盆嘛？哈垃圾没？嘿，操！我也唔记得啦。回来。哦。不是检查啦，混得好好啦，阿太做事情冇问题啦。你抢时啊，叔叔啊啦。菜，我还没。哎，师妹，阿秘书。来，同我介合作。好。嘿。整治8件，减至6件，哈垃圾3件，安尼2650。1、2，成本。哦。1、2、3，2300，唔知走诶。哦，应该拿先拿路。加钱白钞呐。啊，公安公司公判，1、2、3、4，好，也多用是看数方来，啊。阿秘书，明摆哦，你算按清楚。咁无安尼啦，我报给你跳同哦，调查哦，韭菜脸色，等落去，来。来，你给了。好，大家。俺爱先莫安了。好，马上大家。你们来呀，刷。抱歉。阿明，等下落去哈，我有事情要问参详。抱歉，大家。姨妈，下面有事跟参详呢。你看阿châu今日送的用的啊。真好啊！阿châu呀，生意呢吼，做事情佫有上下。啊，对摊有啥对装修亲有礼貌？唔免啦，我意思是讲要做生意侬的用什么？哎呦，你要做媒人呢哈？嘿啦，人阿太啊，也会30歲嘅，冇想去結婚哈，我留嚟做老姑婆咩？唔該出嫁啵？那你阿太當然想結婚啦，但是阿châu同我哋阿太，哎呦，你們比一個以前有想法。唔是讲诶，我天桥我即个要讲。阿明，我唔免讲一定爱唔爱听，我唱凊彩问一下的嘛。认识俺多年呢，冇必要为到遐个事情太个变面嘛。唔要唔啲，阿太對阿châu嘅下面有一惡嘅，但係阿châu係很能拿嘅，我一看原諒啥就係一堆。我哋阿太吼。以前的辦方啊，寫來真講伊啊，佢算攏係伊好爸母。不過咧原因吼，伊哦，迄搞怪、迄調皮的時節咯，也這啊，演出推安尼抖一下，伊就會怪怪燙髮。我感覺講吼，寫來有時節啦，還是要搞怪一些，要燙髮。唔可以萬歲啊，怪怪燙髮。條架喺加班，伊攏唔伫啊，開一伫啊。其他呢，唔啲啊專門攞嚟種手戲嘅。阿伯啊，伊好命，伊有啥物生意呢？要顧得起天公，天橋唔拉共樣嘅啲啊。唔過嘢喺咧冇嗌，唔分面咧看嗌唔起啊，因為嗌講唔落去嘅呀。唉，你安尼講法咯，我係太唔想呢。安尼年紀也有嘅，該享福嘅天橋嘅事情啊。莫再去個下去做嘅，阿凡的意思，買一塊地，嗰乾脆，咁我嗌每看下先，用租的嚟做得冇？咩阿明？咩阿明？你要睇清楚我同講嘅意思冇？
咱听清楚我讲的意思，我田球无人技术啊，我死来田球的，来。哎，阿面。不用玩哦，哪个事情哦？不用玩哦。钟小弟医生，徐老，你怎么会来？看你在乡下的生活蛮悠闲的嘛。还好啦。哎，陈小姐，这是我指导老师徐文祥教授。徐教授您好。哎，你好，你好。请坐。啊，谢谢你啊，谢谢。坐车坐很久哦。去帮您喝杯茶。啊，谢谢哈。你怎么会来？就是卫生署今年要推动槟榔卫生管理法的立法工作，要我负责组织几个槟榔县市的公听会。你是在地人嘛，我想让你担任医界的代表，老师希望你可以帮帮忙。这有一些资料，你就先看一下。啊，谢谢。徐老，我的经验不是很够，而且又是牙医界的晚辈。像公听会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要请前辈出席比较好？这一些我都考虑过了啦。首先，你是我的学生，专业素养绝对没有问题。再说，公听会基本上呢是各说各话的，官员跟那些业者是吵成一团。你刚好是在地人，这些状况你也比较了解啊。徐老，因为你也知道我刚回乡开业嘛，其实对内埔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啊。你一定找得到更适合的人。小弟，帮老师一个忙，实话跟你说，这种政府单位的事情，钱又少，事情又麻烦。你看人家那个董事基金会，花了多少心血才促成国内这些禁烟条例？你再看看我们的牙医界，有多么不团结啊！小弟，老师相信你，不要让我失望哦。洪生，要回去了。对啊，明天见。拜拜。洪生，徐教授他这套民宿是真的吗？还没有跟他说过。那他民宿会去公听会吗？希望他不会去。不要太累了，拜拜。拜拜。对啊。是主考。平面团徐教授给你黑色饭店推多超。是主考啊？哪里不嘛啊？对啊。就牙面是，天气冇湿了。冇帶三條體力過來啊？不用的。看部队吼，同徐教授给您穿的那切，有两公分。你咪打伊啊？講我講實班啊？唔係講看他生哪個呀？那你有没有看到原来有抢的？伊講啊，伊聽我講實班。
讲嘛个遇到事情啊，我睇你咋收下来了。什么个？还唔对哦，反正你就要讲出一个办法呗。好啊。阿太，迄米花阿姨嘅意思啊，跟阿妹无关系。迄上讲嘅朋友咧，唔同阿臭提掉下床嘅要见过面咧。啊，毋过嘅朋友睇阿妹无好好啊，甲因讲。像上讲他家冲下水嘅饭，好好啊，认识认识。系啊，阿太，从来先认识一下做下朋友。还有还阿臭吼，带你出去行行啊聊聊啊，可以啦。搞本啊，冇问题啊。系啊，阿臭伊有差诶，现在拢改防骗，去年伫个中心街方，还有买诶礼物，讲都卡改穷。睇眼无欠无嘅，咩无欠财。嘿啦嘿啦，啊米花阿姨嘅意思係講阿臭伊拢準備好嘅啦。不好意思，我幫你送一下餐點，這是台式煎魚，這是台式椒麻雞，謝謝。那餐點都到齊了，那我們今天有招待4杯太南，待會常委再幫您送。因為我3杯就好。謝謝。恁咖啡啊，爱吞哦，点一杯。安尼哦，下注咧看整个时间咯，就唔会多么衰嘅。啊，快些，我帮茶嘅。那個阿臭吼，就係愛講啦，該唱下輕快樂。阿太，唔會點一杯咖啡冇？唔是啦，診所旁邊就有 7。阿臭前太畢業以後，無留啊佇北埔，甲因供養幾類上下睇書，讓他伊都卡要檳榔太盤上生意，就喺伊哋個處理。因阿爸也攏親屬伊呢。你懂我們都好。我們診所最近在推行拒絕檳榔防治口腔癌的活動，唔買檳榔啊，反對檳榔。邊係能可能總唔成便宜味。一條生涯嘅米花姨快些啦！哦，我識你呢，我買啲阿太就安尼啦。哦，真是夠快些，我冇變我想咯嗬。iOS 6啊，这里地图里面没有，我跟你同一个方向，跟我吧。哎，你是不是很讨厌刚刚那家餐厅啊？我更讨厌一面讲话一面并排骑车。你是不是觉得乡下人就乡下人，跟人家搞什么高脚屋很 gay 掰啊？我只是讨厌那种自己想象出来的异国风情。什么高脚屋啊，跟内埔一点都不搭。破坏地景，破坏水土保持，跟你们这些种槟榔的有什么两样？嘿，
槟榔是要种在山坡地才会破坏水土保持，内埔全部都是平地，你不要杆子打翻一船人好不好？好，算我说错，但槟榔就是不好。你这是从台北的心态来看事情，觉得乡下就应该长像乡下的样子，不应该有新潮的建筑物。我跟你说，台北那个101才丑嘞。至于槟榔好不好，你们天龙人是不会了解的。这哪里好啊？这我不能教你哦，你要自己去观察。钟小弟，看路啦！马会，休息一下，先下水讲。什么意思啦？阿太，今晚这件事情吼，真的对你过坏心嘞，也系米花姨的一番好意啦。哎，这个要摕出国的。莫怪你啦，米花吼，伊迄讲到阿潮哦，我就太怀疑啊。怀疑嘛个啊？阿潮啊，我才讲，办细细啊就问阿爸，伊后来吼就谈论阿妹，加入文物，啊伊当方啊有啥物阿公，但是哦，伊妹的亲生的啊。米花姨的意思啊，就迄个阿潮啊，应该要接受本人走啊。本人走？呀，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安舅啊，有鸟同阿爸买田，阿爸一谈到，马上变面啊。阿弟啊，伊就会想到原因无迄个啊。伊还有啥物无啊？阿爸的概念嘛，就很默个留本来的，尤其土地。阿太，阿爸啊，心拄的无讲出来啊，阿妹默个落地啊。你即家安舅，无感觉有压力呢？无介意阿潮啊，同阿妹讲，我要退费迄个去。阿潮是的嘛，有介意嘛？妈，迄个爱做的不能伤心的事情，我有啦。我唔会啊，无介意就无介意啊，无伤就无伤啊。阿同阿爸唔会伤心嘛，因为还有阿妹的啊。邱医生，昨晚熬夜啊？没睡好。还好早上没有预约。下午是几点的预约啊？下午3点半跟4点半各有一个预约，其他就没有了。邱医生，你要不要进去里面眯一下？还想来一杯咖啡？陆小姐，这杯给你。谢谢。那你呢？我 OK 啊，回家再煮就有啦。两位姊妹，喝啊。你要干嘛？请你喝咖啡啊。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说，奇怪，我身上的瞌睡虫跑去哪？结果一问哦，才
谁知道原来跑到你们这边来，结果我就赶快起床煮咖啡啊，然后顺便来你们这边把瞌睡虫捉走。请问你到底要干嘛？好狠哦！你连句无聊、不好笑都不肯说。其实你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但是我还有很多面，你不算完全认识我。现在是看诊时间，如果没事的话，看诊时间。护士小姐，我要挂号。医师应该没有拒绝病患的权利哦。来，麻烦帮我填一下出诊单哦。OK。谢谢。先生，到你喽。哦。这个弄开。会酸吗？不错哦，状况不错。嘴巴放松，小一点，再小一点。上面有2颗蛀牙，气疗纸都不破，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这里呢？这样就没了。不然呢？右上颚跟右下颚靠近臼齿的地方都分别有蛀牙，那个地方本来就比较难刷。我请护士小姐教你正确的刷牙方式。我想请你喝我种的咖啡。对，这杯已经冷掉了，没洗不冲。我带你去田里喝。可是我要看诊。涂医生，你下午才要约诊，3点半以前回来就可以了。可中间有人来怎么办？我可以把诊疗间的布幕拉起来啊，就说今天的预约已经满了，请他们约明后天的时间。臭！护士小姐 ，so smart。你请我喝了杯美味的咖啡嘛？明天还有吗？有，后天也有。对。我看到嘎鼻。跟我进去就知道啦。来啊！这边就是我的咖啡园，生意哦，有点模仿。这边假日哦，会办很多咖啡烘焙活动，就有很多观光客来。就像你这样乡下来一直拍照。这个，这是还没有熟的。这个呢，要熟不熟？啊，美味的咖啡果实。好多哦。
颜色好漂亮。你看，像这个转成红色的，就是代表已经成熟了，可以采收了。原来咖啡这么大颗，是不是烘过之后才会变小啊？这一颗可以跟樱桃比拼哎，怎么可能说成那么小啊？为什么？就这样吃哦？不用洗吗？大不了一起晕倒啊！你有没有？甜甜的，像葡萄，还不错吃哎。葡萄籽都给我。做咖啡用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少。来，先擦干净。好了。谢谢。那我可以再吃一颗绿色的吗？哦，我们这个绿色的最好吃了。弄嘛！来，给。阿超，你有没有想到地槟榔园种咖啡？那不是我发明的。其实咖啡树哦，你不用太去晒它。把它种在很空旷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作物把它遮蔽，它反而会长得不好。对，这个时候，你的槟榔树就派上用场。我还参考了其他人的经验，把我自己的槟榔园变作自己的实验场。对，我刚回来的时候，知道槟榔的价钱越来越差了，感觉凶啊。这个产业不转型，这才做不得。说真的，吃槟榔本来就对身体不好啦。那时候我就不想帮那些大盘商做生意，只想把自己家里的田改做其他的作物，可以亲眼前给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黑嗓音，很冲的。所以悲剧就发生了。什么悲剧？你说啊？悲剧就是，如果你在吹，咖啡就会走味。有没有闻到香味？好香哦！重点就是时间与耐性，所以我说急不得啊。冲咖啡的学问真大。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想把自己的槟榔园全部铲掉，改种水稻。阿爸哦，看都会死啊，叫我滚回台北。他说：“无嘛个临时用的人啊，怎么留伫乡下种田？”他们好像听到不顺耳的话，就叫我们回台北。那你爸嘞？他撑了多久才跟你讲的？我爸是撑到第11天呢。我开业的那天晚上。哇！啉啦。要试试看吗？我是说冲。你要说你的奋斗史啊，不知道我多了解你。哇，搞得跟相亲一样啊！一听米法语哦，米法语，出来了，米法语。给他出来啊！你翻译啊！那时候
虽然我很不服气，但是槟榔我也不敢砍啦。我唯一能做的事啊，就是培养土地。所以啊，我每天就到槟榔园里面除草、堆肥，就这样做着做着啊，我也发现我爸竟然也跟我到田里面帮我除草嘞。虽然他还是忍不住撒农药，但是我也知道他是怕我太辛苦。我就慢慢了解到，既然我都可以跟我爸和平相处，那槟榔树也一定能够跟其他的作物共生。那他想通了吗？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咖别加钱不会差，都得吃亏啊。”今年的槟榔季前啊，他还跟我讲一句让我最感动的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今年抢了，唔过嘞。他羡慕你们呢。紧张哦，最近有心事不敢讲出来哦。是不怎么好喝啊，但你怎么知道？手冲咖啡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心情，心乱咖啡就乱，喝起来当然不怎么样啊。慢慢来，三芒粥。我从土地中学到一个道理。你怎么样对待土地，它就怎么样对待你，完全不需要任何言语的沟通，彼此之间就能慢慢了解了。因为双方是敌对的关系，那就跟我那时雄图啊，正面宣战，就像我跟我爸，真正变成敌人之后，才开始了解对方。认同对方。算了啦。人生短短，怕屁呀！你那个时候不也唱了吗 ？Why must we all hold back what we think, how we feel? Must there be a secret me forced to hide?还有事情要怎么讲？人咩事啊？来前一睇农批嘅公报栏有看到，以前台表中小台，挨妹嘛。今日徐教授来请来，就还有俺出席公听会。到时间俺本来俺怎样讲法，可能会同人起冲突。白表遐唔会吵啊！公堂会前嘛，我先同来讲，当时考高中的时节啦，等下输到准考证的时候，俺人底下人家考白年，迄唔免你先生在保证讲，有天考上白，
来了高必死啊！也本靠爽诶。歹势啦，爸。但从细心就安尼，本存马少诶。你爸个性啊，就遐尼硬强。公堂会的事啊吼，迄个做你的尊严问题，爱听我咧，唔讲啊咧，我跪啊。爸，汉班人你莫撒药嘅好冇？穿到冇啥乜嘢就過啦。即係你喺做乜嘅？我錯啊！我天橋啊！嗬，我只教佢過，唔係講長嘅要通下。你诊所才人去，你做嚟搶人做乜嘅呀？你像迄上爱听听的老土地皮用转来，汉班民意来个来啊看看啊啦，错迄虫的人就会改。我拍上嘅，鬼特別啦！阿太人過來啊？係團聊菜，可以食飯咧。好啊。他今天睡醒到时候。阿太。我叫阿彪吼，安尼講袂險，對無？喝完了就没事喽。来。OK 吗？好，还要这一边啊。是。免讲安尼路公啊，水甜啦。要白天使用有点福气啦，功课，人家都无咧做诶。路公咧马虎去咯，只有输去啊。人家沙飞爱唔见去啦，条价通唔通咧？老婆嚟加班，迄无加班啊，如果监视，
免到路卡啊，还有了爱脱太后的生意来效果，还免买了价威士忌，家里那边咯，切喂，安尼都上工的咩？免到路公朋友靠慢点咯，靠政府咩？就医学角度来看，健康才是让大家撑下去的本钱。WHO 国际卫生组织早在2003年就已经将槟榔列为致癌物质。我们行政院卫生署也早就公定槟榔籽为第一类致癌物质。口腔癌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患者在发病的时候，大多集中在25到44岁。这个阶段刚好是大家的青壮年时期，也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总管来宾，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有关口腔的卫生来讲啊，牙齿紧凑槟榔，真像搓牙齿一样的哦。同时有个槟榔呢，掺一个杀灰润一个尿液啊，在口中也要有一个杀菌的作用。我的阿公阿妈如是到89岁哦。老人家抽一个槟榔的时间，因抽精神健康，效用也不等一下。寿命的长短决定在遗传基因，唔过卡喺老人家做得虽然大些，佮抢喺记前班子嘅机会天天哦。还有，槟榔确实有几道功效，像提神啦、止血、医血。但槟榔籽它就是致癌物质，不管有加批料无加批料，全就中央。他中医师啊，讲伊太大个食槟榔嘅坏处啊，既然你都将一个种槟榔做一个农民啊，都已经都判死罪嘅，咁你还看乜个公堂费哦，系咪啊？加料时间嘅嘛，系咪？走，哈，走啦，走，不找他各位不要激动，各位请坐，各位请坐，请坐，不要激动。其实各位的那个意见、声音都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中医师到场，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内埔人。你看年纪轻轻就在自己的家乡开诊所执业。希望各位乡亲呢，看到我们自己人的份上，给予面子嘛。钟医生，唔同人哋喺只感染未？来啲了出世，啲了胎，来东眼，喺尼普嘅耳。感染嗰啲咧，唔一路。拖到到太學，殺死撲死，也係稍微從事本業安全件嘅行業。唔係咩變落肉態啊？係總唔得代表所有人醫配人皮的，但係總係配人，係確實係變落肉態嘅。按講嘅美句話。論因為講嘅槟榔嘅唔錯，唔係咩特別係特叫嘅，見唔得對槟榔嘅感情嘅咯。就醫學觀點來看，我的確反對嚼食槟榔，那是因為基於維護大家的健康安全問題，我還是會堅決去推行拒絕槟榔防治口腔癌的活動。但就係死你的感情面來講，我哋做牙科醫生以前，有一個較重要的成分，佢就係我喺腸內賣。
我从这滴槟榔树下台，可能也一粒一粒绿色的金呢，同俺在皮拢总拿破色。抓下看到槟榔也无安好诶，但心肝当然会艰苦。但係更加艱苦嘅係，我最攻擊邊個嘅嘢？我宿舍青島阿叔阿爸今年要種檳榔，但係今年7個人，迄唔是檳榔嘅，因為今年底啊，檳榔咩好東西。今年迄有你家庭。剩饭，今日無好線嘅，怎會種檳榔？我拒絕檳榔，拒絕的絕，但是我不拒絕檳榔。檳榔可以入菜，可以酿酒。槟榔还是很多经济作物的遮阴，有很多人已经在努力了。我是强农的妹，我希望我汉白做得比槟榔做过较多的事情。钟医师，请问你跟钟代表2个人是什么关系啊？因两个代志我上知影啦，根本就是第一囝嘛，莫搁看伊咧人头。你啊講嘢嗱，你佢擘嘅共堂費啊，你做乜嘅？嚟我講。现在怎么办？身份证拿出来就知道了嘛。啊，自然哦。爱众之民，一两10人来参加一种共堂会，那一班无爱会议记录咯。爱绝对支持槟榔业多大，一百也不例外。为不同嘅，我因为钟医生讲嘅，佢有道理，因为钟医生係挨妹嘅，挨係可以同佢作對，挨兩位來共堂會高興於破壞一百會議，一百會議損失，挨總之民負責多大，是的。小姑娘，那留在恁过来。还有梦里，好，梦里啦。恁我如何的啦？我说的是梦里咩？等一下，我阿妈那问买去市场买。好啦。几多钱？100。100哈。多车，弄来了。那想要看一下为人哦。
哦，我咧塔地杯过年年，又要过顺番，哦，无啥无开人去啦。喂哈，就像平常这样啊。阿姨唔可以翕死啊！你讲下头有庙会，咱咧今日规划谈咩啊？是摆你亮咧，应该唔会啦。我做几嘛？还我做几呢？你去鬼有意思饭啊？我问下嘛，要help me啊？大家同中黑兒。哦，我虽然吼，门面还没黑咩？